的仙草工厂，香气扑鼻而来。特制大锅里正在熬煮黑黑浓浓的仙草汁。仙草萃取最好时间是3到4个小时一次。那你如果说加长的话，哈，它那个就没有那么清香。从仙草干变成仙草冻，得经过漫长的8小时，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。仙草的胶质含量更直接关系着最后品质。他们为了要达到那个重量，晒干的重量，它就是施肥，一直施肥。其实那个施肥我们不能做仙草冻没办法做，那个只可以做仙草茶。为什么？没有胶质了。生意兴隆，仙草原料堆着满屋子，短短1个半月就会用完。干燥后的叶子泡进水里，双手揉揉捏捏，好坏立刻见真章。越快那个麻法的，就表示胶质越多这样子。祖传3代70多年的传承，果真不是虚传。如今仙草世家有第4代愿意接班，古早风味迈入新世代。我儿子要接了。我儿子要接下去。现在店里不但有传统的仙草冰，精心研发的仙草凉面、水饺、炖鸡汤，各式创意料理摆满桌，无怪乎非假日一样高朋满座。很丰盛的客家话要怎么说？按捧拍，按捧拍，按捧拍，按捧拍。